澳門中華總商會9月30日下晝舉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6週年、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26週年酒會。行政長官岑浩輝、澳門中聯辦主任鄭新聰、外交部駐澳特派員公署特派員劉顯發、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澳部隊副司令員戴敬松、立法會主席高開賢等出席。中華總商會會長崔世昌致辭表示，當前本澳整體經濟社會情況呈現穩中向好嘅發展態勢，但仍然面對住一啲深層次結構性嘅問題，包括加快經濟適度多元發展、激發社區經濟活力、推進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、加快都市更新改善人居環境、切實回應一老一少群體嘅迫切需求等。呢啲工作都需要政府同民間共同持之以恆，久久為功。喺呢個新嘅發展時期，中總將一如既往支持行政長官同埋特區政府依法施政，堅定維護國家安全，發揮中總作為平台中平台嘅作用，深化中總廣東辦事處嘅功能同埋作用，助力澳門工商界引進來走出去，配合政府落實1+4產業發展，抓緊包括粵港澳大灣區、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在內嘅發展機遇，推動澳門更好、更快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，作出新嘅貢獻。崔世昌表示，中總將於今年11月2日至到4日喺澳門舉行第18屆世界華商大會，宣傳一國兩制同澳門優勢，強化內聯外通，深化國際交往合作，向世界講好澳門故事、中國故事。